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正大消息。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杰28号伫活动的现场，和韩国瑜的支持者包围，名义是本色。黄杰隔天就到警察局告这无理性的民众。刷来刷换，韩国瑜始终的支持者杏仁哥开直播痛骂黄杰无尊重长辈。这笨手啦！笨手，你哪个笨手？ 2这天，时代力量议员黄杰到凤山参加活动，被韩粉包围呛声。隔天讲，伊到分局对无理性的民众提出妨害名誉告诉，警方积极清查侦办。有公然侮辱的犯行，那相关的年纪资料在过滤清查当中。你即马要告的，这是你的时代食的饭比你食的盐较济，搁这时代。 你今早人读的册无你遐悬，人情世事就毋捌吗？小白到事后，中式的韩粉开直播痛骂黄杰，骂伊无尊重长辈，谴责伊开国行为，爱韩粉按赞声管。对别人用不雅的字眼辱骂，然后造成别人的侮辱，我觉得都跟年纪无关。 黄杰强调，尊重无同意见是基本的价值。就算伫网络，民众任何失控、涉及人身攻击的语言，都有可能因此触发被告。